面，等我外面，擋啊，擋啊，擋定我一邊啦。可以同香港相比嘅，因為我喺香港應該係最舒服嘅個狀態，同埋不論揾嘅錢啊，或者係我嘅生活嘅品質，應該喺香港會比台灣好。但係台灣有一樣嘢係完全冇辦法相比而家喺香港嘅，就係我可以喺呢度有一個好自由嘅空間，好自由嘅時間。係啊，呢個就係對我嚟講最重要嘅事情喺而家。水平仪或者是上下仪。我有一顆球在拍風對。香港已經唔可以再講，唔可以再悼念，唔可以再提嘅時候，台灣呢一個嘅存在就好重要，因為佢幾乎係亞洲唯一幾個國家其中一個係可以公開悼念六四事件，去討論六四事件，甚至譴責中共嘅一個地方。其實呢一個嘅存在已經係好重要啦，已經好重要啦，變得。我哋亦都見到，原來我哋一個相對自由嘅城市，只需要5年係變到鴉雀無聲，只需要你講一個反話，講一個政府唔中意嘅事情，佢就會將你拘捕還押，然之後唔知等幾時先至開審，你唔知會失去自由幾耐。呢一個係我哋好害怕，台灣民眾亦都好害怕會發生嘅事情，所以我哋嘅共同價值就喺呢度出現啦。我哋好希望香港有朝一日好似台灣咁樣，可以有呢一個咁普及嘅選舉，而台灣人亦都好害怕有朝一日佢哋嘅選舉，佢哋咁普及嘅事情變得好似香港咁樣。我哋大家共同追求及維護嘅就喺呢一個位。自由跟民主得来不易，然后其实刚刚就是主要是看那个导览员，然后其实他刚在导览的时候其实速度哽咽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原本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，然后变成现在这样子，是一件很令人窒息的事情，然后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在台湾身上这样子。我们也很清楚中共现在想要对我们做什么事情，那他们的方式可能不太会像香港当初那样子，对付香港那样的方式，他们可能比较算是文化统战，或者是用渗透的方式去慢慢的就是侵略我们这样子。那大部分人现在是没有危机意识的，没有危机意识，他们慢慢的顺从跟就是让一切很自然而然的发生。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反思就在于，就是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迟早就会跟香港一样。我真係覺得係俾個時代選擇咗。如果我唔去做嘅説話，好似冇乜人繼續去做呢啲咁傻嘅事情，係咁冇報酬、咁辛苦嘅事情，咁我仲可以做到嘅，咁我都願意去做。